日本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与澳大利亚外长及国防部长星期三通过视讯举行2+2会谈。双方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东突厥三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遭受侵犯，我们双方严重关切。日欧两国在联合声明中呼吁中国应紧急允许国际独立观察人员以及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进入东突厥山，并让他们有充分且不受限制的观察权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炳在同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则表示，中国强烈反对日本和澳大利亚渲染中国威胁论以及恶意污蔑中国，要求各方停止干预中国内政。日欧联合声明还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敦促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共同主席周二联名发表声明，呼吁苹果公司确保其供应链不含强迫劳动，并剔除参与中国政府劳动力转移计划，特别是参与东突厥省劳动力转移计划的中国供应商。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默克里与该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杰姆斯·麦格文在他们的共同声明中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让人不安。尽管苹果公司一再保证他们的供应链内没有强迫劳动，但我们现在拥有的证据表明这一保证是有问题的。声明呼吁苹果首席执行官克库剔除东突厥山那些强迫劳动有染的中国供应商。声明还呼吁苹果公司与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就中国的供应商进行磋商，以确保苹果的产品绝不是通过强迫劳动制造。声明说，必须对东突厥山发生的暴行做出一致、强硬而且全球性的反应。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一家智库发表外交政策演讲，呼吁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以惩罚中国的经济胁迫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炳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澳大利亚和这7国家与其在各国之间制造新的冲突和分歧，不如努力促进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做出贡献。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同日在一场公开演讲中不点名谴责中国经济胁迫，他呼吁7国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惩处中国的经济胁迫行为。他还呼吁7国集团彻底改革现行的全球贸易规则，以阻止大国滥用经济胁迫。莫里森是以特邀嘉宾身份前往英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前发表这番演说。北京以各种理由对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煤炭、葡萄酒等商品实施限制和管控。《华尔街日报》引用一份称新冠病毒从实验室外泄假设的可信的报告。《华尔街日报》7日访问了熟知这份美国政府国家实验室病毒起源报告的消息人士，称该份报告的结论认为，病毒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被泄露的假设是可信的，值得进一步调查。拜登在宣布他的90天调查计划时说，美国情报部门正在考虑2种可能的情况，也就是病毒是透过实验室事故产生，或者是由人与动物接触产生。该报道称，这份研究是由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在2020年5月编写，而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的最后几个月里，美国政府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调查时参考了这项研究。罗马尼亚议会批准了一项监管电信网络和基础设施的法律，该法律可能将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排除在其未来5G 移动网络之外。新法律规定，电信公司需要获得该国最高国防委员会的许可，才能为涉及国家利益的电信基础设施和5G 网络提供技术、设备或软件。该法案于周一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距离议会下议院通过此法案还不到1个月。
现在需要罗马尼亚总统克劳斯·约翰尼斯将它签署成为法律。他也是最高国防委员会的主席。2019年8月，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并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说，作为基础风险的安全做法的一部分，有必要对武器供应商进行仔细和全面的评估。